术馆，向前同乐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甜心朱慧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。今天一个表演动精彩。哎呦，真给呢！我老公真的不一样。你有喜欢的？我上会好啊。你每个礼拜都在学才艺。因为我也有才艺啦。嘛个东西？我有一只才艺就会太家的，长得太缘投啊。这个是算才艺啊。我们接下来进行我们的节目，首先要来介绍下评审先生。林正义先生，罗秋香先生。常心祥先生，常先生。今天我老人讲，我会紧张，我真的会紧张。你干嘛紧张？因为我嘅恩师又太帅了。没，我嘅恩师没有来到那个现场啦，有一个很犀利的眼神，正在看着永斌，然后我就会不知不觉的觉得有压力。哇，那我该请他先回座吗？请他先退下。冇啦，开玩笑。乱七八糟。林正英先生呐，好对我哋客家文化倾倒贡献呐，写歌的啦，创作歌的，当制作老师啦，都一级棒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差点把他供起来拜了。好啦，冇开玩笑啦，麻烦三位先生啦哈。冇错，哦，咁样麻烦咯。好，今日吴公有精彩表演，错冇？冇错。个点嘛嘅喏，就来看 T 组的表演。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判分数，3位评审每个人各有50点呢，每10点呢代表奖金100万元，喺讲得到满分15点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咯。
精彩的表演。平均年龄层大概在28，是不是？差不多啦。因为欣赏有耐嘛，嘿那边。好，哎啊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可芬老师。哎，听下肚皮舞有冇？有冇个基本功可以搞成基本功可以，来我们现场来。谁昨天？我们请年纪最小的15岁的。我们15岁，肚子真的不叫小哦。来，你看，来蛇腰来一下。蛇腰哦。蛇腰，侧面看一下，侧面看一下蛇腰。看到了吗？腰腹沉的动作。怎么样？有分解动作吗？有，来，膝盖微弯弯，学员全部一起来，膝盖微弯弯。好，每天的主持人跟帅哥一起来哈。这样的臀部呢，做前后前后，先做臀部的前后前后，耻骨要用力，吸吐吸吐，推缩放，推缩推缩放。哎，你弹的那个节奏慢一点呐。好，这个动作呢适合我们的胸部动作。来，回到正前方，提胸口，保证你让你 up。好了，提吸吐吸，有上有下就要有什么？右左，开始来滑胸，右左滑。哎，两位做得很好哎，对，很好。哎，这个我就很厉害了。下半身要 hold 住，下动上不动，对。好，有上有下有右左，我们要做什么 ？circle 动作。右转5、6，向左转，左转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最基本的，保证让你身材婀娜多姿。你说这个是最基本的？对，你们要不要看看滚肚子？你看他肚子吸吐，滚动，看见了吗？哎，吸吐。你啊，鬼腔地杯有人呢。请问你多少嘞？纯保暖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琼英同学，谢谢我们这个基本功真的也很难练的哈。基本功说简单不简单，说难也不难。对，开窍了你自然就会，身体就会了。对，那我应该好好回去练啊，练好了就下一阵风来表演哈。哎呀，这太好看了。我们先来听讲评好不好？好嘞。唐坤的那个。罗先生来讲几句。今日也个邱国芬老师嘅一个舞蹈非常好，尤其邱老师呢，蔡美丽哈，对一个中东肚皮舞哈，最美丽原来带出人家美的一种一个舞蹈的一个演体啊，所以今日。表演得十分好啊！大家啊，对，老师也喜欢哈，谢谢，喜欢。还没上好了。哦，做得嘿。看一下，都可以有你毕业。按何坤的表演，按精彩又按看空的表演，都带有发出得到15分满分嘛？老师，请给灯。你刚刚那个有办法吗？根本应该做个3分冇办法，我摸一下3分就做得。唔怕啦，他100张来。老师，请给灯。哦，唱欣赏1分。哎，说得得多，你给分。老师唱欣赏差1分，吓死我了。来奖金。来，什么那个邱先生哈，带来很精彩的表演呐。恭喜哦，下次再来好不好？谢谢您，感谢您。那我们就继续来看汉族的表演。谢谢。
着，有时候一种流光，你的安详，像日过狂江，高春流水江，寒溪寒姐江，金宫是姐江，명장莫怪，叮叮的喊，丢啦啦的歌，大半中都将迷妹让好里含两张，有时候。一种流光，你的安详，像日过狂江，高春流水江，寒溪寒姐江，金宫是姐江，명장莫怪。希望大家噶。欢迎吕碧萍。哦，那首歌叫《惠六强》哎，惠六强。哎，我觉得哈，我自己听到惠六强的歌曲哈，我自己就会觉得很着迷。真的吗？而且当唱会弹，因为吼，那个客家的歌曲，恰恰宽糖度咧。糖度、宽度的歌曲吼，就全部都会吸烟，嘿，就是很少会听到。香港本身韩式时节伊迄讲汇率的，我係講匯率哦，你迄講匯率，講匯率。台嘅時節就講吸煙。你睇慢慢種台吼，就會。2個都會混淆了，所以我現在都講國語比較多。那很特別，對不對？我們的主持人用海陸腔混四線來訪問你，可以，蠻特別的。啊，這首歌是最近的作品嗎？對對，你的暗醬，日子很漂亮。哦，你的暗醬，你的暗醬，西安係你的暗醬，你的暗醬。那呀，嗓音啊，哈，就是那種輕輕悠悠的那種感覺，很文青的搭配，他這個臉蛋，謝謝。對呀，他才藝很多哎，你會翻滾嗎？我不會，我剛那個肚皮舞我就沒。好啦，來談款那個評審欣賞吼，對音樂非常有研究。好，好，那個唱欣賞。跟他衝啊，我很入迷。是。啊，4分後堂，您的水準實在有夠高。謝謝。棒。謝謝，安志生，謝謝，一致好。這個唱欣賞的滿分應該就握在手裡了，對的，剩下10分。哦，這個兩位老師，好。其他2位評審啊。左等拿獎金哦，老師請給燈。來看一下評審欣賞分那個劉秀基。哎呦，15分，滿分，哎呦。滿分哦！兩個哈就會那個用心吐露出小小的一點點的心意啦。怎麼樣 ，Vicky？常來，常來，常來，好，恭喜！剛剛能控下來看，下一組表演。
上边好，上边好，上边好。请问你个教练嘿？哎呀，阿公都系世代教练呢，哦，厉害哦！跟太感恩哦一下。大家好，嘿，我张淑云。哦，唱教练呢，哦。郑老师，一种这种剑法算黑讲有搭配太极，好吗？对，就是太极拳延伸出来的。在侧面的时候看到演啥啥好贴脸的时间有没有？哦，那个气呀都要把持住，那个心神一定一律。哦，重的，不能表现得太活泼，不然会岔气，对不对？他比较沉稳啊，沉稳一些。对。教练高量普比吼，简单的比。我都开始好做会有太极操开始啦。太极操就是把你的身体先筋骨都拉松来。用板椅。哎，我手要。哦，脚会老肩膀同宽。与肩同宽，往上撑。往上撑。好，慢慢松下来。现在我们要腰慢慢的下。哦，腰要慢慢的下。用腰下去，用腰下。哦，这脚会打侧呢。吴永斌同学，你会吗？可以拉这个筋。哦，他的义工啊吼，也可以绑一片两侧的那个大腿筋呐，然后臀部这边呐。哎呦，你做的。猛到天来海，然后呢？这个手往上，手要往上。哎呦，成一个鸟嘴。你会捞一拳的呀？拉到筋了，对。整身会拉到筋，是不是？然后慢慢松，来的时候用腰起来。用腰带起来。用腰带整个身体起来。有一式就这样子的，这个只是其中一式而已。所以要练那个开始的时间，我先人拉，基本功也就是拉筋就对了。你刚刚那个有办法吗？冇办法，因为吼，我跟你讲，根本我做个散户冇办法，我问一下散户就做得。这样啊，这样。唔怕啦，唔怕，他100张来。前来看那个平生欣赏哈，对我们那个剑术非常有研究的老师。他真的假的？林展毅老师，老师常常在家里耍剑呐。哦，右边。冇啦，开玩笑。原来更油条的呀。给跳成给姐姐教我的，姐姐教我的。啊，右边哦，16岁啊，做挺系好啊吼。加球可能有2期减到嘅啦，所以贴皮要上去落。我冇好给耍剑。我冲过的啦，好冲过的。好，讲到你太极剑吼，我会上去了，因为你太极剑老太极拳，老中国的动有关系呢。中国的呼吸换气了就会动静自如哈。对，朱老哥嘛个了啊，一用敦促，气神转折，老跟有关系呢。老中国的完全就有关系，呼吸换气了就。对。所以佢咧嘅眼神过来，所以看到佢就会那种按动眼的嗰种嘅感觉啊，嗰种大嘅形式咧，通过动作整件练有一只时间，这样要按样嘅加出，真的。佢比整件非常嘅好哈，希望继续下去。好，什么先生，林展毅先生，我哋看一下，今天有办法得到15分的满分，2000元的奖金嘛，老师，请给分。平生欣赏分那个哦，全部都一致的哈，15分满分。好，请用下腰颁奖。下腰。什么你啦？什么你啦？哎呦，什么你？感谢那个郑老师啦，郑教练哈，来到那个客家的乡亲同乐会的表演，真的很精彩，所以我们精彩。所以我们夹老天使给前面观众朋友讲，今年有兴趣有青岛创业发，夹来报名哈，我在等你哦。没错，今日呢辛苦评审欣赏，还有今日的产水炸表演炸哦，还有我们工作团队们，乡亲同乐会，大家来相会，再见。